时代的动漫。动漫有一首歌曲，这个曹猛他们所唱的，哪一首歌？宝贝对不起，宝贝对不起，不是不该。不能紧跳啊！哎呀，看来没？哎，不用排都会跳。好厉害！哎呀，蔡一季你好，哎呀，你好。哎呀，我是阿威。这个如果早一点呢，也红不起来。哎呦，晚一点也没办法 hit。哦，哎，这个有什么玄机？刚好配合了一个电影。哎，有一个电影啊，叫做这个《葵花宝典》，那叫什么？哦，林青霞演的那个《东方不败》。东方不败。哎，这个故事你还记得吗？好像是一个男的嘛，后来自行阉割以后，不是阉割，就讲得难听，这要讲自宫啊，自宫之后得到葵花宝典，最后终于练成了这个无上的武功啊！哎呦，那这个怎么跟这个宝贝对不起？当时这个电影非常红啊，他自宫了以后，那你像这个歌在讲宝贝对不起，为什么要低头？对不起，宝贝。这样子，而且跳起来弹性特别好。听说这个飞哥哈，我是发什么帖子我忘掉了啊？第8个老婆，第8条街啊？对，结婚是？我发给你们的帖子是结婚了，没有错。结婚对不对？对，是不是？我结婚，不知道哪一个杂不然哈，把酒和喇叭搞啊？那你就看服装就知道谁穿这个大红的嘞。这都好代志啊！哎呦，这种喜事都要早一点告诉我们。是。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也有带礼物来的。也有礼物，来，把礼物有现成的花嘛？这是要寄给，以前要给洗稿，你可以和我做结婚的这是我们带来的礼物哈。哎呀，一定是水果进来。哎呀，仙头水果。这个是祝福我们这个飞哥哈。早生贵猪啊！哎呀，儿啊！哎呀，好可爱！难怪我常听这里在唱。或许你已经听说我新的恋情。人家真的答应吗？这啊！目前还在研拟当中，还在追求、研究发展。就是我说嘛，那你这样子的话，将会往哪儿摆啊？欢迎收看《龙兄虎弟》。欢迎节目主持人张飞、费玉清先生。渴了再喝一口，我握着你的手。今天朋友今天起，朋友们来手牵手。渴了再喝一口，我握着你的手。朋友做个好朋友，朋友们来唱举手。不必说要喜欢我，只要把我唱进心头。其实我也喜欢你，又何必说出口？青草青流水流，在我紧你的手。时光去了不回头，珍惜吧好朋友。不必说要喜欢我，只要把我唱进心头。我也喜欢你，又何必说出口？青草青流水流，在我紧你的手。时光去了不回头，珍惜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龙兄虎弟》。哎呀，辛苦了。
刚刚这首歌曲唱起来非常有意思，哎我也要考一考你啊！啊，你也考考我哈。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字啊？记忆力还不错的话，哎这是江林跟阿 B 的一首歌曲。哎呀，您的脑筋不错，这猜对了，对对对，记得好好活着吧。哎，说了什么话？好听的歌曲啊，要看什么人来选是最重要的。哦，这个什么歌人能听这首歌，人可以听了有感情。哦，不但有感情，还要适合片头的歌曲。哎，刚才这个音乐一响起，一唱起这首歌啊，回忆马上拉到眼前。对，顺着我就很顺畅的唱出来。这歌原来是您选的？开玩笑的，要是你选的歌曲啊，大部分都是窗前。这是什么话？不是雪山盟的，就是断肠红。这伤脑筋。唱这个歌气氛很浓，观众朋友马上想起江玲啊。哎呦，江玲以前的这个在我们歌坛上，现在还是很漂亮。这是好久不见了。对了，以后有机会请她上节目。是。哎，选歌有一套的。还有一套。哎，不过您刚才讲的，我一唱就唱雪山盟。是。这个您又不是专业，我才是专业的歌手。这么说，您对专业的歌手蛮有心得的是吧？当然，歌手呢就是唱将。唱将，就是他是一个，就等于就是好像皮鞋匠，辣椒酱啊。那您倒是说这个歌曲有什么例子可举？不是说随便就红了一首歌啊。唱这个歌曲一定要能够掌握住我刚刚讲了时代的动脉。有一首歌曲，这个曹猛他们所唱的，哪一首歌？宝贝对不起，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不能紧跳啊！哎，看来没有？哎，不用排都会跳。好厉害！哎呀，蔡一季你好。哎呀，我是阿威。这个如果早一点呢，也红不起来。哎呦，晚一点也没办法 hit。哦，这个有什么玄机？刚好配合了一个电影。有一个电影啊，叫做这个《葵花宝典》，那叫什么？哦，林青霞演的那个《东方不败》。这个故事你还记得吗？好像是一个男的嘛，后来自行阉割以后，不是阉割，就讲得难听，这要讲自宫啊，自宫之后得到葵花宝典。最后终于练成了这个无上的武功啊！那这个怎么跟这个宝贝对不起？当时这个电影非常红啊！他自宫了以后，那你像这个歌在想宝贝对不起，为什么要低头？对不起，宝贝。这样子，而且跳起来弹性特别好。对，有道理。但是郑重声明，他们3个人没有自宫。那您这一讲我就懂了。有一首歌曲啊，您记得？嘿呦嘿嘿嘿呦嘿，管他山高水又长。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的行程。嘿呦嘿嘿嘿呦嘿，漫未知的旅程。嘿呦，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这个歌不错啊，这个歌成龙的歌曲啊。对，这个也是有原因的。他应该不用靠什么这个时代的这个脉动。有。这个歌为什么会红啊？这也像你讲的，看有前因后果。就自宫前先唱。您刚才那个自宫后就流行了一个宝贝对不起。是。那这个歌呢，是因为前面有个有台一个连续剧。包青天嘛，嘿呦嘿，管他山高水又远。对，包青天铁面无私嘛，用黑脸嘛。是这样子的。我别听你在这里吹，请假期西转。我刚刚讲到一点，不过平常一讲这个流行歌曲啊，现在啊，在这一般 KTV 来讲，唱歌已经不是歌星的专利啊。大家都跳起来啊！你相信？你青菜跟起来了。随便点一个人，你点什么歌，他们都会唱，这都是 KTV 常客了。对，但 KTV 里面最流行的是男女对唱。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把这 KTV 里面非常受大家喜欢合唱的歌曲呢，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表现。很多歌手都没出片，他就不上电视，这怎么邀请呢？这个就要看这个，你就看我的表现。我们今天超短。我说兄长，您的人脉真广，能邀请这么多人，光是靠我的面子，可能还很难达到啊！必须要略施小计，
略施小计。哎，这个我们就最人都爱用讨卡，爱用头脑。哎，这要跟您多讨教。哪里，不但要请他们来上节目，而且要抱着很快乐的心情，抱着一颗祝福的心来参加我们节目。他们这个表情很自然的，让给对尴尬掉。哎呀，每个打扮的花枝招展。不但如此，他们领了酬劳还不够，他们买礼物来送给我们。哎呦，但是给他们个白卡几块油豆腐。哎呦，这才是最钟情的礼物。那真的是，那真的迫不及待了，马上把他们介绍给观众朋友见面。对每一对呢都是非常登对的。你刚才讲了，还要唱一些歌曲流行的情歌。哎，好不好？第一对介绍的是杨烈、林慧萍。非常谢谢杨烈，谢谢两位。接下来介绍的是沈文成先生、张秀清小姐。谢谢，欢迎。接下来介绍的是小刚、黄以玲。谢谢你胸心经典，黄以玲不错啊，这个小刚。接下来介绍的是黄舒骏、张荣仿，欢迎。山也无所遮。
有请马世丽小姐。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都能慢慢地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哎呀，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接下来介绍的是罗斯福先生，李亚萍小姐。于天啊，于天啊，当初你做牵手，是阮做伴上好友。虽然淡薄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心。愿加你做某囝，好烦恼是阮的命。虽然放了你第一名，希望的是过去啦。我会用我的爱，甲你惜命命。我会用我的情对你的心着命。我会用我一生的时间甲你拼。我会用我一生的青春来陪伴。当初你做牵手，是阮做伴相好友。虽然淡薄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心。哎呦，欢迎于大哥，平常也讲最近发福了一些啊。哎呀，于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哦，来，于大哥来，真正无简单我昂来。哦，你两头仔无，伫这个电视顶头就卖拍来拍去。厝的拢互我拍。哎呦，哎呦，原来是罗时丰先生哦。是。哎呦，活好像拍起金价。哎，大嫂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哦，习惯换老公。知道你早晚就会有这一天，但是你也不要在圈内打转了，是不是？这样子的话，大哥怎么今天怎么就说缺席了？真是伤脑筋哦！我发觉到你们这节目啊，真有问题。哦，听说上次谁来啊？林立阳啊。林立阳来，然后哎呦，那个上完节目是不是？哎，对对，就住院。是。那于大哥是准备来上节目，一出门也是送到医院。哎呦，于大哥，他这是两棍，起码是脾脏，没有眼珠掉出来。啊！真的还假的？我的渣有渣完啊，渣完了，是有受伤。不是啦，是这样的，那个眼膜哈裂开来。哎，那眼睛没有办法睁开来，这样。是，所以说你们夫妻两个吵架，不要拿钝器出来。哎呦，听说用修指甲刀一戳过去，手可能会经插着。是飞镖都没那么准。医生说7个小时以内不能张开眼睛。对呀，你看。我说哇，我发现这节目真的是有问题。这不是这样。你2位节目主持人保重啊。不是，他这个不能这样讲，是这个节目八字不够硬的人还不能随便上。哎，但是林立阳跟我们这个林立阳上完节目是好好的了，但是最近通告接太多，所以这个是生病。哎，这样，那于天呢？于天是怎么回事？于天的话，那可能就是最近这个什么事情做太多。于大嫂这个身材还真不是盖的，那当然真好保养。哎，哪里都专门靠药物在维持。什么？而且是一种仙桃。哎，基本上都一样，基本上都一样，基本上都一样。你说的什么？这是立直天生。对，所以假后爱倒修。哎，那个黄以玲招的。
张秀清这个啊，我跟他写3人份的，哦，3人份的，哎呦，内底要够一个一啊呢，够一啊，对不够对？等风。哦，所以你只要看这个，大家歌星跟我们站的距离远了，他们这个服装就很讲究了啊。今天穿蓬裙的，漂亮。这个黄以玲，对啊，黄以玲非常适合穿礼服啊。还有蚊子腰。不过黄以玲其实啊，她不穿礼服啊，也是感觉站得很开。啊，也是很近的，哎，不是也是穿礼服，不是穿上礼服跟我们会有距离，因为裙子挡住。是不穿。但是黄以玲穿上礼服，距离还是这么近，是不是这个意思？是。是为什么原因呢？你别这要讲明白了。阿伯登短了，哎呀，等。姐说我已经慢慢的长大了。哎呦，他以前的马姐，我们谈谈马姐。哎，马姐这一套不错，我蛮欣赏，很像一个影星叫豪利巴顿。哎呦，这边8吨，这边4吨，这边4吨，8吨，一边4吨。哎呦，哎，林慧萍这套礼服，虽然是小礼服哈，哎呦，短的半截是，哎呦是，低胸的，这一袭低胸的礼服哈，这套礼服好像听说是漂洋过海来的。就是巴黎买回来的小礼服喽。哦，就是小礼服，这是外国design设计啊，这鞋子也是啊。哎，这时候大家就要比一比的，对吧？大嫂，您身上这一套，万华夜市买的。你比我还好，我是租来的啊，我觉得能够租到这个 size 也不容易，我们逼嫂，哎呀，你这难得，欢迎，哎呀，能到节目中来，这个等于是第一次啊，来打歌了，第一次放单的，我们是要郑重的欢迎他，有没有一点想逼歌呢？会不会？他在录音，所以他放了我鸽子。哎呦，哎，他也知道我们台湾话，放鸽子，不是我讲的这个人，你这个人就是问人家什么会不会想逼这个对阿逼。这个人家他是你讲着，万一人家眼泪掉下来怎么办？对，他们夫妻是形影不离的。哎，对，我想请问一下，会不会第一次这样，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个害怕或者这个？进来时候很害怕，可是看到观众他们很热情，他们很好，所以我就没有害怕了。那黄淑俊跟我们这位美女。这个今天配成一对唱歌啊，对，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呢？这感想就是像以前哦，看到这么多艺人，像飞哥啦，慧萍姐啦，慧萍姐，以前一早也是啊，我们都在媒体上看到她，都说最美丽的这个的嫂子。对呀，我觉得你刚刚唱歌的时候功力好像减掉了2、3成。小刚最近有出新片啊，对，出新片。刚刚跟黄以玲2个人唱情歌，感觉上形同陌路。我们这几位男士，还有杨烈先生没聊到，杨烈先生好久不见。哎呀，好久不见，恭喜！蒋富我看了，哎呦，现在他就是没有出片，就是来上我们节目。哦，当然是有缘，陈晨也没出片。陈晨是这张片还没出吧？什么时候？你有片吗？不是，你头发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因为前日刚杀青那个《桃花女斗周公》。哦，斗猪公，演戏剃掉了1截，还有这么多头发，剃掉1截，这不是让我们林峰先生气死了？哎，今天我们是有原因邀请各位来的。对呀。您刚才讲的略施的小计，那当然有小计。我的帖子你们都收到了？有，收到了。哎，我们收到这个飞哥的帖子了。哎，听说这个飞哥啊，哎呀，这个歌而优则这个正啊，我怎么不知道？你从真的跟家人讲，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不，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我们送给你6把全书了。哎呀，谢谢，我正需要这些东西。这个是我们啊一点小意思啊，就是说你能从事这个政治啊，这个多少你要懂一点。譬如说将来以后呢，你入副业要搞一些食品加工业啊，搓原子汤啊，那个 A 饺啊 ，A 水饺啊，包洋葱啊。我们今天也是来恭喜你了。理想应该要看这个。你们搞，今天是恭喜这个张伯伯的70大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这个家父啊。
恭喜张伯伯不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呀，谢谢。还有寿面啊，请吃猪脚面线。哎呀，这个我就代表家父向你们2位致谢了。谢。这位有一点搞糊涂了，不是去年爸爸才过70大寿？哎，是，那是去年呢，家父做大寿的时候，这个在收受礼物这方面啊，做的不是很圆满。哎，今年等于说没有赚到大钱。不好意思，帖子内容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收到帖子说飞哥的第3个小孩满月。哎，对呀，开玩笑。哎呦，恭喜飞哥做人成功。对，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我们小两口不是，我们2个呢特别准备了一些东西给送给飞叔啊。哎呀，太好了，飞叔啊，这是百子图。哎呦，祝你这个千子百孙，千子万孙，讲好，寿年年。哎呀，百子图，你看，哎呦，真的是百子，而且又不要乱送东西嘛，对不对？对6法全书的，真的。祝飞哥的儿孙满堂。是，太对嘛，咱们今天来好像每一个人的态度跟目的都不太一样。哎，是的。哎，我们今天来的跟林慧萍来的这个目的跟这个态度就必须要比较严肃一点。哎，这个挺玲玲这个要节哀。这个不是我，这是我这个发帖子上节目邀请明星，怎么能用这种方式？要不然他们不来呀，他们不来怎么办？你先接受一下嘛。这节哀这怎么个解法？哎，这是当时一定是有东西挂掉的，对不对？白菊，前一阵子那个狗死掉就死掉，吉娃娃，你也不要这样子啊，不吃不喝的那么伤心，没有关系。我在卖狗，我那边有很多，你要解这些人。对，而且你放心，我并不是说现在进行时，我帖子上面写的是你那只狗做100日。哎，对。阿内奥，他得邀请歌星啊，点子还真多的。对啊。哎，我们的喜帖内容不太一样，又跟他们都不一样啊！你们说这个小哥啊，第8条街新居落成，第8栋房子啊，在忠孝东路上。请问第8条街吧？第8街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又新居落成嘛？基地第1层面积250平。哎呦呀，削爆！楼高3楼半，独栋透天挑空。哎，你这是什么？我都转了半天，还买不到忠孝东路一间厕所。不是，所以我们想，就是这个新居落成啊，一定有一些必要的东西，像这个贴这个符咒，平安符，驱凶避邪。哦，那另外呢，这个我知道，这个在飞哥家里是不可能缺少的东西。哎呦，解闷。对，哎太好了，谢谢，人来就好，还带什么？听说这个飞哥哈，我是发什么帖子我忘掉了啊？第8个老婆，第8条街啊？对，结婚是？我发给你们的帖子是结婚了，没有错。结婚对不对？对，是不是？我结婚，不知道哪一个杂不然哈，打就和喇叭狗啊，那你就看服装就知道谁穿这个大红的嘞。这都好代志啊！哎呦，这种喜事都要早一点告诉我们。是。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也有带礼物来。大牛来，把礼物有现成的花嘛？这是要寄给，以前有人洗稿，你可以和我做结婚的结婚。这是我们带来的礼物哈。哎呦，一定是水果金。哎呀，仙头水果。这个是祝福我们这个飞哥哈。早生贵珠啊！哎呀，儿啊！哎呀，好可爱！难怪我常听这里在唱。或许你已经听说我新的恋情。人家真的答应吗？这啊！目前还在研拟当中，还在追求、研究发展。就是我说嘛，那你这样子的话，将会往哪儿摆啊？莫名其妙的，这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用这种方法也邀请到各位到我们节目里面，还带这么多礼物啊！非常谢谢大家的祝福啊！再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节目要跟大家见面，先休息一下，再继续欣赏我们的龙兄虎弟。